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早暗6点外，伫咧基隆有一个查甫人假毒赛车，煞失控连续去弄到几啊台汽车、乌托邦，也有路边的民众，好甲在送病院是无生命的危险。即马警方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甲即个查甫人送班。一台黑色轿车向向冲过来，先弄到机车，搁弄到路边的车辆。边仔一台白色轿车，就会弄甲刷几啊公尺远，是弄甲真严重。黑色轿车安全气囊已经崩开，车头冒气，白色轿车车后壁变做一团废铁。附近拄好就是收粪扫的所在，现场的粪扫嘛，互伊弄甲散甲规世界。然后还有那台洗衣机放在那边，不然就整个挤进去了。但是刚好那个是软铁，刚好把它缓冲挡住，不然整个就挤进去。代志就发生伫咧车到暗时6点外，基隆仁爱区的南明路，一个32岁姓陈的查甫人赛车失去控制乌白路，嘛造成包括清洁队，搁有出来倒粪扫的民众，拄好骑机车经过的人，拢有着伤。警方嘛伫伊的车内抄到空气烟弹，怀疑伊有食毒，甲这驾驶带转去调查。警方在现场查获第2级毒品伊托米脂烟弹1颗，对肇事驾驶实施毒驾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现场采证，这查甫人就徛伫咧边仔讲神，专案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佮来看到今年3月，有一个23岁姓吴的查甫人是无驾照，佮食酒赛车，超速佮冲红灯去弄死一个做山工的医学生。当这时，这老爸去出面去开庭，请求法官在甲这嫌犯判罚等。台湾酒驾防治协会也认为讲，这几年这酒驾的案件实在是判了伤轻，对家属是第2天的伤害，也无法度来阻挡佮再犯罪。前后生的实习白满甲规套衫裤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出庭，因为22岁姓陈的医大学生今年3月到台中实习时间做山工骑车走外送，和23岁姓吴查甫人啉酒赛车弄死，但爸爸拒绝和解赔偿，只要求法庭重判。爸爸代表他，也穿上这医生的衣服，也仿佛他亲自到庭一样。我不需要他的赔偿，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我只希望国民法官能够判最重的刑责。酒驾致死案件发生伫3月7日透早3点外，姓陈查甫大学生骑机车外送，经过台中市西屯区黎明凯旋路口，和姓吴查甫人无驾照赛车超速弄红灯弄着，搁逃走。2点钟了后向警方投案，酒测台每公升0.37毫克，过去有3摆无照赛车，15摆交通违规记录，总计17万罚金无缴。触犯酒驾致死刑责是3年至10年有期徒刑。不过根据法务部统计，2019年至2023年之间，全国28,867人酒驾破决有罪案件，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占绝对多数，平均刑度3.6个月。致死者平均刑度也无到3年2个月。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批评判决实在伤轻，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法官在量刑上即便可以判3年以上，最后裁量结果呢，也不到3年2个月。所以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会觉得很失望，而且会认为这是第2次的伤害。如果法官没有重判，根本没有一个吓阻以及制裁的效果。高淑珍建议司法机关要提供法官量刑一套完善的检举机制，让酒驾罪责相当，才会当真正有效协助犯罪，并让受害者家属的伤痕。本案已经完成言诉辩论，预计7日早起伫台中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一审宣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关西，敢若12度半。不过这时啊，这温度上悬是可能会升悬到29度，温差有影真大。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地区，阁有恒春半岛地区有可能会落沙雨。气温的部分，今仔日东半部早暗低温是18度至20度，这时啊高温会来到24、25度。因若西半部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早暗低温会搁较低，大约16至18度。不过这时啊，就会升悬到27至29度，温差是真大，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要特别注意。
过来看到台语歌手曾雅文，这2天来是拢一直受到一位新加坡的歌迷给骚扰。曾雅文已经有提告向法院来申请保护令啊，也毋过伫咧顶礼拜，曾雅文来到高雄开公益演唱会时阵，佫去受到这位歌迷骚扰。曾雅文有随报警察，这个歌迷当是去互收押，所落来卖去互赶出境。优美的歌声，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入迷。台语歌手曾雅文初三来到高雄参加一场公益演唱会，不过伫咧上台进前，曾雅文是再次受到这名新加坡籍细老的查某歌迷放刁，讲要来演唱会现场等等伊，互曾雅文是惊甲赶紧报警，因为这名细老的歌迷用卡电话、寄电子批，甚至跟踪等等，前后骚扰期已经伫边2年的时间。本分局严谨，于被害人准备上台演出之际，即向刘姓女子出示保护令，告知已违反相关规定。警方按照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甲细老的歌迷，以现行犯逮捕，以上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曾雅文听到这个消息，表示细老的歌迷自112年开始，都用尽各种的方式来调查伊的生活。虽然有保护令，不过对方也是一直透过网络来骚扰伊，几暝几日，伊真正唔知要安怎。羁押后地检署表示，被告的行为已经对曾雅文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检方的这个侦办无被容忍。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骚扰之余，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他只要是通讯软体的骚扰，就也是违反保护令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再提告说，好，反正他之后就离开，然后我就是忍，我就不要理，因为冷处理对这种人也许是一个方式，不一定嘞。我就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用。因为被看的歌迷长期的骚扰，曾雅文雄消散落吧，即摆听到细老的歌迷互羁押。曾雅文讲，总算会当好好食饭，安心啊困。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去年花莲市矿山大地当这个天王星大楼是严重受损，花莲地检署将依照过失致死罪来起诉这营造公司姓陈的负责人。检方表示，因为这大楼的时间甲结构设计有问题，强度无够，才会造成这栋大楼起起崩起，造成一个人死亡，也佫有数百个这个住户是无所在通好住。也毋过这负责人是拢唔承认犯罪，所以检方建请法官得爱甲伊判重刑。去年控3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造成天王市大楼严重厝起崩起，佮造成大楼的住户康老师不幸过身。花莲地检署调查发现，讲天王市大楼有结构计算设计含承造者缺失，造成1楼的neu条性破坏，佮因为建筑物控制的能力无够，向南边厝起倒去，有设计歹偷工减料的嫌疑，才告照过失致死罪起诉姓陈的营建商。诚信营造商他怠忽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个也没有确实的监督他的所属员工、包商施工，导致天王星大楼有前开的重大瑕疵，进而造成康姓女子死亡以及数以百计的这个住户无家可归，且于饭后矢口否认犯行，因此检察官进行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调查大楼营造公司建筑师头部的技师等4个人，其中营造公司细只经理和细陈的头部技师2个人已经死亡无起诉，设计的细造的建筑师移民去国外真侪年，检方嘛对伊发布通缉。检方在比对资料了后，意外发现讲2018年、0206地震倒去的5基5宿建筑嘛是遭人设计。当初设计不良，然后造成说它结构损坏，然后导致说不耐震，那我是觉得是。应该是要求偿。以这个分别报告看来是，在品质上是有疏忽的哈，那造成今天我们住户在安全上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遗憾，该负责的应该要有所表示。因他们的疏失造成天王星大楼1人死亡，里民失去家园，表示谴责。同时也会协助天王星大楼争取相关权益。天王市大楼的主委王正云强调讲，未来配合司法调查，含索落来中建的行政定数，嘛希望这个事件会当促使未来建筑专业制度更较严谨，避免悲剧搁再重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批准飞达公司卖 H200晶片去中国，不过爱互美国抽25%收益，这可能会对台湾制造要送去美国的时阵用关税方式来收。
再来是自由时报，财政部公布，咱11月出口拢总有到640亿5千万美金，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已经是连续25个月成长，也是第3届来超过南韩。落尾是联合报，南韩的电子入境卡系统对2月启用到单，一直讲咱是中国台湾。咱的外交部长表示讲，会全面来检讨和南韩政府的贸易关系，也呼吁南韩就要赶紧来改掉唔对的情况。咱过来看到中国甲日本最近因为战机雷达的问题伫咧对呛，中国就讲进前就来公布这辽宁号的训练空袭是日本的战机家己飞入去的。另外，中国也批评这高市早苗对咱台湾的地位这个言论，佮讲因为这历史文件拢有写到台湾的地位已经互锁定7届啊。因为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就算锁定几若百届，咱台湾唔是中国的，中国唔通搁再来硬拗。中日最近因为战机雷达照射风波交手，对日本的抗击，中国回应事前已经公布辽宁号航母编队训练的海空协反抗是日本战机擅自弄的。国家表示，南载机训练的时开启搜索雷达是真正看，也不过日本搁一摆反驳。自衛隊は安全な距離を保ちながら対力侵犯措置の任務に当たっていたと。一般に安全確保の観点から周囲の捜索等のためにレーダーを用いる場合であっても、不測の事態を避ける観点から今般の事案のような形で断続的に調査す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わけです。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报关点指出，攻击南方省的雷达照射真危险，而且根据日本公布的辽宁号航迹册列司法迄时，2个中国结了后，无以早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是朝鲜琉球群岛东边往北。互辽宁号离日本本岛搁较近，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访问中国的德国外长瓦特夫的时，搁提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造成严重危害。王毅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角度深入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外交部官方发布，王毅会长谈论台湾议题的详细内容，包括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讲台湾的地位已经互确定锁定，对此咱国外交部严正回击。中方他所谓的锁定，实际上应该可以解读成他持续惯性的扭曲相关的国际文件，并且呢只说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其他不符中方立场的呢则一概否认。如果是这样子的锁定的话，即便是锁定了700次或7000次，也不会成真。另外，纽西兰国防部罕见释出，在1月初通过台海的海军上大军舰奥特亚罗瓦号相关记录，公布迄当时予7只中共军舰全程跟踪，记录一张相片，翕到咱国海军成功护顺风舰伴随护航纽西兰军舰的画面，而且分析这是台纽反制强军典型的合作信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会伫咧符合国家安全条件的情形之下，温准辉达公司被 H200晶片寄到中国，其中25%的收益要交予美国，也有可能这25%有可能是会透过进口税方式，甲这晶片的制造地来扣税。美中科技攻防战有变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温准辉达卖予中国 H200晶片。川普伫社群平台大文表示，已经通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会伫符合国家安全的条件，温准辉达卖予中国经过批准的客户 H200产品，25%的收益会支付予美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5%的费用也可能用进口税的方式向晶片制造地来订收，这个晶片要先送去美国进行安全审查，才会当出口去中国。美国要再管制再出口去一次，其实那个完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常识啦。因为第一个，你进美国之后，美国多课的这25%的关税，究竟用什么方式回到美国国库？只是途中物流跟运输的这种风险而已。难道辉达不能在这售价上面直接提出来？我就销往中国的这个晶片数量有几颗，单价有多少？比对进前出口去中国的辉达 H20 晶片。为了配合法令设计的降规版本 ，H200晶片是目前全球上强 Hopper 架构的 AI GPU， 外界预测效能加6倍，不过比起来效能是较输一台全新架构的 Blackwell 晶片。外界伫关心中国敢想买。美国政府即使开放了，接下来还要观察中国大陆的政府目前的态度。
才能够决定对台湾的供应商有带来多大的这个效益。辉达晶片销给中国的离岛消息，并无互台股起悬。总场大盘是收伫28,182点，台积电是收伫1,480.65块。暗过 AI 商机维持正强。财政部公布11月份出口金额640.5亿美金，连续25个月开红盘。今年已经是第3届超过南韩，累计前11个月出口额达到5,784.9亿美金，提早改写全年的纪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印尼有一栋7层楼高的办公大楼，昨中昼说是发生严重的火灾，包含一个有新的富人人在内，至少有22个人死亡。初步判断应该是这1楼的无人机电池咧充电爆炸所引起的大火。大火对这栋办公大楼的楼骹一直烧起哩，楼顶有物件落来。也者打消防局出动29台水冷车，900名的消防人员，将近3点钟过，才把火场控制落来。Kantor PT Teradrut. Itu perusahaan apa? Kalau perusahaannya saya kurang paham. Tadi dapat info juga, itu katanya lagi karena lagi ngecas, terus sempat konslet kayak gitu sih. Ngecas baterainya. Untuk korban sendiri, Mbak lihat nggak ada orang-orang yang menjadi korban dari kejadian ini? Tadi lihat ya pas evakuasinya sekitar 20-an. 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一栋7层楼高的办公大楼火烧，造成严重的死伤。大楼导火时，有部分员工出去食中昼，也有真侪人是未赴走出来。消防人员紧甲分推请起来救人。警方表示，怀疑是电池充电的时无拄好小拍电，所来引起爆炸。根据了解，大楼1楼就是无人机公司放电池的所在。Kemudian api tidak bisa dipadamkan meskipun sudah dicoba menggunakan beberapa apar ya。官方表示，这场火灾死者真侪插剑因的身躯顶拢无烧着伤，怀疑是去乌烟砸着死亡的，详细搁来调查，包括敢有违反安全规范、无人机的负责人，搁有大楼业主敢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好，那这火灾哦，热带气旋也来升腾印尼，已经造成要甲1000个人死亡，真侪民众嘛，艰难会当暂时住伫咧避难所。根据着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的统计，这中间的经费可能要甲代票1000亿。印尼当地雨季，佮因为罕见的热带气旋，地属苏门答腊3个省，拄着毁灭性的大水灾甲土石流。根据官方的统计，算到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950人，还佮有274个人失踪。因为连外道路中断四界拢怪怪，军方赶紧做便桥通通行，当地居民爱行1点钟，途中爱阁下过线轨涂骹的树仔甲变起的车，才会当到物资发放中心。要居民赶紧摕互拖尾膏啊砍起的垃圾衫去河边洗断，要居民甲互水浸淡起的重要物件摕出来拍，话已经毁损，互伊要哭无目屎。Makanya dapat tulang itu, iya apa iya. Jadi Putang tengok dulu dah ada di sini tinggalkan gitu. Ini apa? Jadi semoga nanti pemerintah。苏门答腊的官员呼吁中央爱赶紧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释放更侪经费救灾。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苏门答腊受影响的3个省，中建经费加起来爱51.8兆印尼盾，差不多是代表969亿，而且可能会阁增加。另外，大灾区之一的亚济省，本来训练用来提供游客坐甲体验的4只大象，换用来协助军方清理毁损的道路。Jadi kita lebih target untuk membersihkan puing-puing di depan rumah penduduk supaya bisa terakses ke dalam. Tapi nanti kalau ada kendaraan-kendaraan yang tersangkut bisa kita bantu dengan ada gajah yang di sini。当地志工伫临时避难所准备小滚滚的食食，予灾民通止枵。印尼的官员表示，部分情况较好的所在会赶紧启动重建工程。另外，印尼政府嘛当咧调查大水灾附近的森林乱开垦的情形。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影音平台 Netflix 讲要用720亿美金来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不过派拉蒙天空之母公司虽然跳出来讲要用1084亿美金来收购华纳公司，因为这派拉蒙公司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是真好，今麦 Netflix 也赶紧去甲川普来盘烂。
Netflix 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布收购协议公告的3天了，竞标过程上主要对手派拉蒙天空之母影业同款无死心，做出价值1000亿美金的特意并购。每一元竞标介绍就是每股30美金，而且拢总用现金来纳的方式，甲规个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买落来。派拉蒙主导这个并购案的执行长大卫·艾里森是甲国文的创办人，伊嘛是全球排第2的好野人赖瑞·艾里森因囝。艾里森和川普关系真好，是华府政治可公开的秘密。派拉蒙家己的市值是干那120亿美金，财务计划书显示1000亿美金的收购案后壁的资金来源是有沙烏地阿拉伯、阿布达比和卡达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川普因囝婿库许纳的投資公司。Paramount is supported by Jared Kushner, Mr. President. Would that impact your decision? If Paramount is, I don't know. I've never spoken to him. He's really trying to work on Gaza. 另外 ，Netflix 的共同执行长泰德·萨兰多斯，中国月竞标的过程，嘛捌去白宫和川普来会谈。Netflix 伫个串流服务市场占的比例是20%，华纳集团的串流平台 HBO Max 市场的占有比是13%，派拉蒙干那7%。Netflix 若是甲华纳的影视制作和串流媒体部门买落来，会变作掌控3成市场的大头，到时就会彻底颠覆好莱坞电影和电视产业的格局。这嘛引起外界认为这是独占的质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搁再来关心到这个菲律宾是宣布讲，因为要预防非洲猪瘟，要暂时来禁止对台湾搁有西班牙进口猪肉相关的产品。咱的业者表示讲，影响是无介大。因那防检署也表示，目前伫咱国内非洲猪瘟病例，干那一个案场，伫咧台中5车这个案场尔。每年2月1日，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申请列入去非疫区。猪肉出口大国西班牙占欧盟产量1/4，过31年，佮确诊非洲猪瘟病例，到顶礼拜累积高例，因为病毒发现伫野外，敢有法度防止本地猪农清楚疫情，第一时间是真歹收煞。Sabem que és una crisi llarga i que econòmicament doncs serà molt dur. 菲律宾农业部伫初7先宣布禁止西班牙猪肉进口，初8也宣布禁止台湾活猪猪肉、猪皮、甲人工受精用的猪仔精液进口。全力避免进前因为非洲猪瘟造成猪农受损、猪肉继续起价的状况搁发生。台湾自132年9月出口猪肉到菲律宾，今年出口23吨，过当年430吨，今年只有1吨。国内出口业者讲影响无大。观察期要3个月。3个月没有再发现的话，就可以解除了。影响不多了，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去年跟今年才开始在那个出口嘛，出口占的比例营业额非常少了。台湾当年努力调中反非洲猪瘟非疫国之路前进，因为疫情只局限伫台中5车的单一案场，最后清销日是11月2日。所以往后推3个月了后，也都是每年2月2日，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申请。那通过了后，就会当开放出口，审查定数无传统猪瘟复杂。猪瘟的审查程序是要透过专家小组、科学委员会还有大会的采认。那这个非洲猪瘟自我宣告的非裔国，这个不用经过那个流程，只要经过他们内部的专家做审核就可以了。因为西班牙也发生非洲猪瘟，有名的伊比利猪甲青火腿目前无法度输入台湾。防检署表示，西班牙若要开放出口，会当检附 WOAH 的非疫国证明，向咱国提出申请，咱会启动严格的风险评估，符合资格才会同意开放输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彰化县的国中小，这营养午餐，逐工拢有食剩的饭菜。不过，即卖为着要防止这非洲猪瘟的传染，中央是禁止用品来饲猪，县府也协调清洁队来倒处理。即卖都有老师批文讲，这县府是要求学校爱派人去对车，避免有外口的喷来染做伙。不过，伊认为讲这无应该是老师爱做的代志。中昼顿结束，学生就无食完的饭菜整理起来。这喷原本是爱由团膳业者处理，彰化县府徛伫防疫统联各中小所产生的喷，由这礼拜起回收，交予清洁队带回清运。也毋过有老师批文指出，环保局规定，运送爱由老师逐日随车陪同，也爱提出证明才会当倒喷。学校怎么会有能力做这一块？我们也没有，学校是教育单位啊。你说之前有
厨房的话有没有可能厨房还可以处理？可是现在学校都没有厨房啊。部分的老师指出，学校是教育单位，即马也爱家己喷的处理，毋但无合理，若有可搁找袂到代课老师。烦恼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也有学校表示，因为校内是委托厂商的中央厨房处理，这款的做法，毋但互学校有违约的顾虑，也爱加派人力处理。那正式上路，会尽量调配人力，避免影响学生。其他的没有，就是行政人员吧，或者是说，只要是职员都可以啦，就调度一下，他也不是说天天嘛。尤其彰化市甲员林市学校较密集，也有学校烦恼清洁队若真无行，也会造成卫生问题。官府解释是要预防有人乱倒，也是路途中风当日毋是这个学校的喷。后续我们会希望是用清运单的部分来厘清这一块，的确是学校所产出的厨余。清运单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学校产出的量有多少，然后这个要有学校方面的这个确认。官府表示，考量各乡镇市清洁能力甲校区内学校数量无同，有一寡清洁队会当直接到学校载运，也是请团体业者将喷运去清洁队指定场所集中了后，再分化处理。那学校会当要求团体业者依照规定处理，环保局也会尊重原本的机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出现头一个900King 的本土感染个案，这是一个住伫咧北部50外岁查甫人，伊伫咧8月初时阵就出现那像是感冒症头，而且也拢无出国。后尾是经过疾管署的实验室检验了后，确认是去感染到900King。这个确诊的查甫人，伊本身的工课是咧做货柜的清洁人员，有可能就是因为这外国的货柜有带900King，才会去感染到。大型货柜入港，工作人员开始无闲，不过疾管署提醒要注意900King感染风险。北部地区一个50外岁本国籍男性个案，8月底出现先家扫正喘的症头了后就医，检查时阵透过气管镜得到检体，到尾送疾管署的实验室检验，确认是感染900King，是头一个本土确诊个案。个案的潜伏期活动史，那发现他在潜伏期间并没有出国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他大部分就是在住家跟工作地点这2个地方而已，所以就研判这个是我国首例的本土球霉菌症的感染。确诊个案是货柜作业相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货柜内的修补甲清洁工作，可能是货柜伫900King流行的所在，装卸货物的时阵吸捌到污染的涂刷，查某人工作的时阵去扫到粉尘，唔知会感染。900King被人喂互人，感染有4成患者伫按作期了后出现发烧、咳嗽、眩眩，啊个真喘的症头。9成民众会当无食药啊家己好，不过高风险族群包括糖尿病、慢性病的患者，也是有心的妇人，也是有可能出现严重感染风险。工作人员他们有相关的症状的话，赶快去就医。就医之后，也主动告诉医生，他的职业比警觉性高，就比较不会有误诊的状况。根据资料，900King这3年验出境外移入的个案大大增加，拢总20件。疾管署提醒边境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挂喙暗防护，若是有食薰的人，嘛应该离开涂粉营养杯的所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有一位货车司机，因为出车祸，可能在锯断伊的骹骨。验过成功病院的医疗团队是考虑到伊是单亲爸爸，而且靠赛车伫咧讨炭，所以是透过创新的医材配合治疗。经过12天的手术，成功把这个患者的双脚保留落来。虽然双脚抑阁包掉咧，不过已经沿用助行器慢慢向前，骑驾驶拢免别人来辅助。今年53岁所称是2年前伫国道连环车祸内底，双脚互车夹半点钟，被救出来时阵拄了开放性骨折，将下巴关节用要断去，下边会更加神经损伤，变成截肢。当下我的人是不知道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交病房里面，主治医生跟我讲说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啊，然后。后来是我们老板一些都，然后希望能保住双脚了，至少以后还有工作机会。医疗团队考虑所先生是单亲，做家属的工作，决定做补给手术，先由骨科完成，骨质固定手术，各有进行外科接病，导致高体式负压地柱性疗法，加特殊抗冻敷疗，最后敢接掉正大腿的脚趾头啊，成功保住上腿。
它是从车祸现场救出来，所以它有很大范围的下肢的骨头跟软组织的受损，大手术大概12次，那他的小手22次的手术，我们经过1年的时间，才让苏先生能够慢慢站起来，再回到工作职场上。医师指出，导致创新医材护疗软化佮加速医毒感染物，有效降低感染率，佮促进组织愈合，同时结合符合治疗后，规个案例治疗是正顺利。虽然目前这项创新医疗依然是自费项目，不过也好中创创伤患者有补助卡手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内湖路甲堤顶大道附近，最近是有去画真大片的这个造化线，不过当地里长就反映讲，这画落去了后，汽车、奥多摆去到着线，就算违规，甚至伫咧交通的高峰的时阵，颠倒车流是会拍甲的，引起民怨。台北市府就表示讲，因会搁再来调整。我都要徛伫路面保持直行，所以沿路连续拄着真侪片车引线，若是用检举，有可能罚款900到1800。台北市内湖路一段最近伫咧内线、外线拢新增加车引线，正月堤顶大道搁增加大面积个车引线，互人唔知影为虾米。像刚刚我就没注意到，我就压到了。哎呀，如果有人检举，我就是卷，就是尖峰的时候，车不要说。汽车很难走，连摩托车都不好走。新设置的槽化线引发争议，在地居民向里长反映，虽然槽化线是具有引导的功能，但是设计上不够直觉，导致用路人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压线或者是跨越，反而被罚。在地里长反映讲，车路本来就快的，但是市府解说车道爱行直的，用标刷甲车路修复直，颠倒造成尖峰时间踢一大堆车，越过去的拍角，颠倒甲车拢客过去车引线遐。经过会勘，市府承诺讲会来改善。中间车道又有槽化线啊，右侧的部分路边停也有槽化线，汽车都跟机车都压着槽化线。整个设计的概念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路口的部分呢不要去变换车道。我们去现场观察之后，我们会近期的就是做一个调整。过去伫中的乌日嘛有过路人反映讲，混入车流的空间会无设置带着车引线，恐惊会防范。结果公路局是设置专用道来解套，高雄市坡路的车引线嘛经真侪摆调整。交通安全协会讲，这种车引线其实是互路行优来过度处罚。通常这个实体建设的部分在跟比较慢，交通单位他手上能够用的工具最有效的可能是标线。协会指出讲，真侪国家伫调整路线的时阵，会用量子式护栏做工具，进行实验和调整，方便数入民意了后来做滚动式的检讨，卖当先甲路口起来含时间的成本和交通代价。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高雄，伫咧美浓有一间要甲10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最近规间庙是互人破拆破甲乌糟糟，这土地公的形象嘛，互人用乌布盖起来，甚至佫有摕死蛇、死鸡啊来放伫咧香炉内底。原来这是地主想要甲土地收回来，要甲这庙逼走的手段。民众手头挂咧，女娲摕咧涂骹一直找，因为高雄美浓伫行李这间土地公庙，规个涂骹拼倒条啊顶悬，拢可用乌漆破甲乌糟糟。道顶香炉、天公炉也拢用红漆乌白喷。民众讲，大家9月份才拄架固甲庙四界拢翻新，原来当作是人做嘅，后来才知是地主家己做的。去拿那个手死掉的手啊，就放在那个里面，因为你要动这个土地公有没有？地主是他。他跟你说你土地公你不要动，你硬给他动，他当然是跟你硬来啊。地主认为庙起伫咧伊的土地要翻新，拢无先甲伊参详，伤过无尊重，因此准备要甲土地收回来，家己做使用。民众讲，这块地大约4分块，土地公庙原底是起伫咧田中，后来才刷出来路边，甲当已经有正100年的历史。无论是拄开始的起庙，还是后来2摆的翻新，拢是地方架固的。即卖地主爱庙迁走，大家五忙代志会当有抽提做法。跟他沟通看庙。还用承租1年多少钱给你，还是我们跟你买起来？公庙坐落于私人土地上，依照民法有关的规定，地主得请求排除占用或支付相当的租金。又本案土地纠纷的涉及私权争执，除了法律诉讼以外，亦得向区公所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看到土地公庙正做这款模样，民众心内拢感觉真唔甘。现在地主已经申请减界，准备要行法院讨回土地。民众讲，大家会搁找时间甲地主好好参详，毋望土地公庙会当继续伫遮保庇地方。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
最近有一款互人号做酷鱼火钱的外来种鱼仔是出现伫咧家己落骹的一个鼻仔内底，因为这种外来种的鱼仔是真大只、真歹，甲这鼻仔内底原本的鱼仔拢总食了。当地业者就去找高人，甲这鱼仔钓起来，总算是解决危机。家己的农业处又提醒讲，这人工饲的野生动物袂使乌白放杀，那违规的会当依照野保法来开罚单。好大只哦！最面下骹有够大只的酷鱼火钱，完全无在叮当，所以3亿村民真困扰。因为村民集资放伫池仔要用来钓的鱼，一堆拢互伊食去啊。无熟悉的人吼来放迄2缺3，这种鱼啊吼是拢会食一寡鱼咧，所以咱就是想办法吼要甲钓起来呢。这种观赏用的外来种酷鱼火钱，方启用伫个家己落骹向这个池仔内面，为着要解决问题，当地咖啡业者以1个月免钱的咖啡做奖品。一个里程是伫个池仔边等要3点钟，用假字甲绳，落尾伫个大家画像车内面，抛出一只长15公分、16公斤的酷鱼火钱。它还有更大的，就是因为它可以那个变形了，身体变形，然后造成它的体型不是很大。毋但是伫家己今年2月嘛有高雄的钓客，伫一个好客钓到195公分长的酷鱼火钱。酷鱼火钱本地的名是2雀鳝，主要是分布伫个北美洲南部流域。伊的喙对头前捅出来，顶海下海是食来的喙齿，体重上大3公斤，是真歹的食鲅鱼。那入侵更加威胁当地水域的生态。吃非常多的那个活饵，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负担，以后就把它弃养。那弃养以后，它到那个我们的稀有鱼类稀有水域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吃掉所有任何它看到的小鱼。解决池仔的问题虽然欢喜，但是民众乌白弃养的行为，毋但是威胁到水域的生态，阁会互酷鱼火钱无命。农业处嘛提醒讲，经过人工弃养的野生动物，袂当凊彩来野放，无会当照野保法罚伊5万到25万。若是有危害生态环境的可能，上悬会当罚伊250万。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种柑仔蜜种稻仔的田园，定定拢会去互鸟仔来偷食。台南的农业局即马就推广要来采鸡仔，互动物来学这款防治的方式，那成本较低，对自然生态也较无危害。提示机小喇叭，试落去发出大声的声音，这是台南东山种柑仔蜜农民的日常景象。主要因为要防止鸟仔来毒农作物，农民无论是声音，还是家己做反光片等方式来赶，安怎赶效果嘛是有限。因无奈讲，一工落平均损失2至3台斤的柑仔蜜，尤其对于咧做有限农作的果农有影无奈。它只要一转色，一点点转色，不管你看到是这样颜色色调，或者像这样子。它只要一点点转色，它们就开始吃。吃了之后，它们会跳，所以你在地板上还会看到一大堆。为了要解决动物甲农作物饿了，台市农业局近来嘛咧设免禽车价防治方式，鼓励农民会当设低价的车价，先把休顶免禽，踮咧遮休困，协助农民倒赶鸟鼠、虫害甲鸟害，这款生物防治毋若降低损害。买当减少农民惯系讨药的做法。自从用了这2年，2012年到现在2014年就是农民呢也知道这种我们有在推广，然后我们农业局的推广之后，他们也很少在用那个老鼠药，那老鼠也减少了。用食物链的概念大的来吃小的一个状况，那产生一个食物链。那这样子的话，食物链越长的话，我们的生态环境就越好。7米长的竹高顶，白麻扫兼到黏牙机，大约10分钟就做好势。农业局即阵定期办教育训练，把教农民来家己搭一个有专业人士指出，那免禽惯势伫共一个车价休困，这乌是麻朽定定来农地，这嘛形成天然的风扇，守护作物的安全。帮它捕食田里的老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鸟类，或者是一些害虫的爬虫类问题，这就是最主要有效是解决这种问题。即阵台南伫东山关店大内甲关庙区政府设有10座车架，陆续嘛开始有农民对咧响应，自主设有11座，拢总21座。农业局毋忙逐当通稳定增加，打造永续农产，嘛实践生态共好。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一年一届热烈滚滚的艋舺大拜拜，也就是艋舺青山王文化节，要开始暗放3天。规个艋舺地区是人阵吵。今年北港嘛有专工队分林坐火车来到台北战景，要庆祝这青山宫起庙170周年。再次用我们最响亮掌声，恭请林安尊王出庙。
放假青山宫伫咧拜二下晡举行起价，展开为期3天的绕境活动。今年拄好是青山宫建庙170周年，宫庙扩大举办规模搁较大，对半暝闹热甲铁光，除了有暗访，阁有26台的精灵结果车，庙方预估活动会有10万人参加。我细汉都喺放假大汉的啦，我20几个去美国读书，就一直都在做事安尼啊。因为我想说已经60几岁了，很久没有看到放假大拜拜。我今年妈祖嘛啦，北港妈祖来啊。所以你特别来看的哦。我逐年拢有来看。我们是像165、170都很大。平常就没那么大。青山宫这届特别强请北港妈来到青山宫参加绕境，庙方讲北港妈和青山王2人已经结缘90冬。在1935年的时，2尊神明就捌伫咧放假绕境。更较特别的是，当时妈祖是坐火车来到台北的，今年也开放这个传统。为了要庆祝170周年，当然伊伫咧事前有真侪相关的活动，包括着讲顶礼拜呢，这个北港妈祖坐火车来到放假，含这个青山王联合绕境，这93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代志啊，所以今年特别恢复佫专工坐火车。青山王是一位对抗瘟疫的神，伫咧放假历史上有4届重大疫情。第一届就是1854年的瘟疫，1917年鸟鼠仔病，2003年的 SARS 和2019年的新冠疫情。放假居民拢伫咧青山王的庇佑之下平安度过。这届青山宫建庙170冬，信众也用虔诚的心，望青山王会当继续守护放假。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有3位台湾籍的日本兵伫咧战后互苏联掠去，然后放去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透过导演柯明顺的纪录片《冰封的记忆》来记录着这3位台湾籍的日本兵，和因的后代伫咧讲话，呈现无共世代对国家无共款的看法。一番苦しい時に、少年で私も国のために。手伝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そういう気持ちありました。已经要100岁的台湾籍日本兵吴正南，想起家己少年时拄到二战，被逼学业中断，互人带去中国东北战场参战。所以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互苏联掠去，送去西伯利亚战俘营，好甲在家己当活条咧，甲亲人重逢。妈有说去卜卦，那种文鸟的卜卦，然后说这个人还在。说明年春天会有消息。有一天我爸爸下班回来就说：“哦，好消息，就是哥哥已经有消息了。”另外一个已故台湾籍日本兵陈以文，伫战俘营待4年，总算遣返返来台湾。伊甲家己故事讲互孙仔听，孙仔对这段历史真有兴趣，开始研究台湾史。在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某种程度他们就会变回他们那个少年的状态，变是好像跟我一样，我就会有一种。我们是2个不同时代的少年，那在一起交流这样子。还有当时地方高人苦拼家族的柯炳信，嘛变台湾籍日本兵马洪掠去苏联，这个真久的历史记忆，透过导演沿西伯利亚铁路，下过冰天雪地，找找这阵台湾籍日本兵演过为离乡入伍、战败互人掠去到遣返的旅程，制作出纪录片《冰封的记忆》。希望说这段记忆能够曝光，然后更多人知道，其实，在战争的那个整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没有人可以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冰封的记忆，这礼拜是12暗时10点，会伫公司纪录观点节目播出。导演期待透过这段记忆的公开，引导即卖台湾人会当思考战争留落来的长期影响，也甲身份认同的不安。深思了后，会当找到答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美国这帮大联兵的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伫今年一场投出6球无失分，10个三振，甚至阁讲出3支轰人。这么好的成绩是引起众人的赞叹，这嘛，予伊第4届去互美联社选做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这和高尔夫的泰戈伍兹，也有 NBA 篮球球星的 LeBron James 是并一届。佮在以绝对票数入选美联社年度最佳查甫运动员。伫咧47名体育记者投票当中，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奥塔尼小希摕到29票，嘛是伊加入道奇队了后连续2年入选。甲卡达车的选手阿姆斯壮、NBA 球星詹姆斯、抓球名将泰戈伍兹共款，拢是有4届入选的记录。
まずその素晴らしいアスリートの中で選んでいただいた、今年の中でもね選んでもら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すごく素晴らしい嬉しいことですし、それだけの歴代の人たちがいる中で、複数回、そういう賞をいただけるっていうのは特別なことだと思うので、今おっしゃってもらった数々の名選手たち。本季奥塔尼攻出55记红布朗，整体攻击指数 OPS 破1，相对流做投手防御率要2.87，尤其是个人的冠军赛关键第4战，投6局都无失分，佮投出10届三振，一场就攻3记红布朗。因为明年3月要代表日本出战世界棒球经典赛，奥塔尼表示，佮无确定会以什么方式来参加。ピッチングはまだ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出てもいいよっていう許可は一応もらったので、どの程度っていうのは、バッティングサイドも含めてど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いくのか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からまた話し合っていく感じです。有奥塔尼小黑参战，加上日本的第一战就是对着台湾。明年经典赛台湾甲日本的大战受到外界讨论。经典赛海外门票抽选车闸正式启动，了算的到是一定佮大成引起一场球迷抢票大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爱尔兰有一位89岁退休老师是真介做木工，对82岁时阵开始学做徛琴，到今已经做出18支徛琴啊，有影是食甲老学甲老。安德森真细致大一个，所有来望徛琴的参加啊，确认整体结构敢有稳当。已经89岁，安德森伫退休进前是老师，过去是伫学校教木工和金属工艺课程，有真好的手艺和技术。平常时伊嘛真介意动手来做木工，但是一开始朋友建议讲伊来做徛琴的时阵，伊其实是无啥物兴趣，但是在动手了就无共啊。When it was suggested to me to make a harp, I said no because music wasn't into it, but the actual making of the thing, it's just a hobby. 袂晓弹徛琴，完全袂阻碍安德森爱着徛琴。82岁迄年，安德森做出第一座徛琴，做过了后就变熟手。结果安德森开始小做徛琴，伫7年的时间就做18座的徛琴，而且敢若摕来送是无得卖的。目前安德森进行的大计划就是挑战制作19世纪爱尔兰有名的琴师约翰伊根的徛琴，伊专心研究制作图，希望会当定制这座历史名琴。伫做琴的浪旁的时间，安德森会泡一杯茶，互心情更较轻松。伊算计完成一座徛琴，至少就要啉800杯茶。不过伊游玩是感觉真趣味。Getting to make one was sort of, for me, it was great because obviously I have learnt an enormous amount from knowing virtually nothing really at the beginning. Just do it, and I'll keep on doing it as long as I can. 活到老，学到老，对安德森来讲，有一个会当坚持而且去拍拼的兴趣，生活生活会当阁无闲阁趣味，会当好好享受人生，一直到上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到纽西兰海军有一位乐手，伊自细汉就想要以科学家的身份去拜访南极，大汉了后总算是申请到去南极来协助研究。伊若是认真完成伊逐工的任务，嘛将音乐载去到南极。佩恩来自澳洲的阿德莱德，遐平均是7度到28度，气候真热而且打湿。佩恩自细汉就希望会当成做科学家，而且希望会当以科学家的身份去到南极。毋过读册的时阵爱着音乐，所以选择读音乐系。南极的梦想也就放弃啊。真济冬后，佩恩成做是纽西兰海军的乐手。当伊发现纽西兰军队会派人长期伫南极来执勤，协助科学家做代志，佩恩就开始逐冬拢来申請。經過4冬的失敗了後，佩恩總算摕到通信兵的一位。When I asked about it, I was like, oh, who gets to go? And my recruit instructor was like, oh, actually, anyone from the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can apply because they're called purple plot postings. So you just have to have the right qualifications and you compete for it. And if you get selected, you can go. It doesn't matter what trade. And my eyes lit up and I was like, even a musician? And he's like, heck yeah, why not?
通信兵这项工作其实并无轻松，除了逐礼拜上班6天以外，负责监听无线电、电话、接 email 甲其他的通信。有当时搁爱甲已经几礼拜拢无甲人讲话科学家来联络，佩恩无真侪时间会当家己摕出来，所以因也有用就会练习。原本的法国号嘛毋敢再来，敢来当经一寡亲像 trumpet， 也毋过外形煞无啥成的 J horn， 因为伊比法国号还搁较轻，演奏的时阵较袂去伤着镜头啊。It was designed to be a beginner brass instrument for children, so it was like super compact, super light, plastic, very durable, nowhere near as much maintenance required. 来到南极的纽西兰军队从来毋捌有音乐系也是乐手出身的，所以佩恩真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为10月到呾已经为升降机也是各种活动现场来演奏，毋是放广播的音乐。另外，佩恩也打算伫零下21度的南极举办独奏会，伊也有可能是少数的安尼做的音乐家，因为各国的合作，互伊想起着音乐，会当甲即个世界语言透过音乐会，互大家牵连做伙。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8度。中部地区16度至26度，南部地区16度至29度，东部地区18度至25度，还有外岛地区15度至23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贺您平安顺心，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